成語虛懷若谷。虛懷若谷，指胸懷像山谷一樣深廣，形容十分謙虛，能包容和接納他人的意見。心胸像空曠的山谷一樣，可以容納百川與萬物。史記管晏列傳裏記載一則故事，晏子為齊國宰相時，一次乘車外出，車子剛好經過車夫家門前，車夫的妻子從門縫中偷偷觀察她的丈夫，她丈夫揮着鞭子，洋洋得意，不可一世的樣子。車夫回家後，其妻就請求離他而去。車夫問為什麼，妻子說：晏子身長不到6尺，身為齊國宰相，聲名顯赫，名聞天下。剛才我看他外出，深思熟慮，不時有着謙恭有禮的神情，沒有一點官架子。反倒是你，身高雖8尺，卻只是為人駕車，還自以為了不起。這傲慢的態度就是我離開你的原因。車夫聽了妻子的話後，感到慚愧，於是改變過去仗勢自恃的態度，變得謙卑有禮，進退得體。晏子發現車夫的大不同後，就問他緣故，他如實回答。晏子見他勇於認錯，又知過能改，想是可信任之人，便推薦他當了大夫。尚書大禹谟中說：滿招損，謙受益，時乃天道。史記樂書也說：君子以謙退為禮，在說明了謙虛，謙讓是美德。懂得謙虛的人，人緣好，助道多，得到他人的尊重與信任，前程事業無限美好，世界必然寬廣。例句：這位老教授學問淵博，但對後輩總是虛懷若谷，讓人敬佩。